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日公视台语台早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2650个44个人死亡。指挥中心讲，2.5已经准备开烧，呼吁民众赶紧去注疫苗，准备快筛。对刚获罪转来台湾的民众公开说明受害过程，但市警方嘛救出23个哄骗来台湾的外国查某人。一只伫法国塞纳河靠大的白海翁抢救1礼拜，因为状况真歹，早已经帮助伊安乐死了。新闻市来看，过来今仔增加22650个本土病例，有44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3岁囡仔因为脑炎甲器官衰竭死亡，嘛增加2例密斯氏的案例。指挥中心表示讲，BA.5可能会伫月中开始传烧，建议民众赶紧去注疫苗，嘛爱准备快筛试剂。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的本土病例有22650例，境外入是259例，死亡个案44例。大家好，今天有44例的死亡个案哦。我们今天是有新增一位3岁的小朋友哦，死因主要就是脑炎合并多重器官衰竭。那这是我们本土的疫情当中第9例这个脑炎儿童的这个死亡个案哦。那今天另外有2例儿童的密斯系的重症个案哦。一例是10岁的女童，住院后在心脏超音波的检查显示有冠状动脉的扩大，所以确诊是密斯系。经过治疗之后，症状也有改善。一位是4岁的男童，没有接种过疫苗，6月8号确诊新冠，需有咳嗽、流鼻水、眼皮肿胀的症状。那目前是仍然在一般病房当中住院治疗，病情已经恢复比较好了哈。下一波的这个疫情也即将来到，现在可以先准备好家中的一些防疫物资哈，例如口罩跟快筛试剂。我们目前的这个实名制都仍然在运作当中哈，所以这个第3轮如果还没有去买过的这个民众，可以趁现在赶快去购买。第4轮快筛的实施的时间，我们实施的期程跟详细的规划会在明天记者会宣布。本土疫情的等候，入境唔免阁提出2天内的 PCR 报告咯，也毋过有人就批评讲，指挥中心开放边境的速度伤过慢咯，也毋过面对 BA.5可能会开始伫咱台湾的社区传烧，而且有美国的经验哦，是大约1-2个月后就会开始大流行。有医师是建议讲，这段时间大型的集会佮活动哦，上好嘛是尽量避免。国内新冠疫情渐渐缓和，指挥中心决定为15开始。所有来台湾的旅客，唔免阁付2天来 PCR 报告，不过也是爱做喙内的体检。登机进前，若伫境外确诊，同款袂当坐飞轮机，爱等阴性了后才会当阁登机。有外界就质疑讲，开放边境的速度伤慢。针对这点，国内医师就讲，以美国的经验来看，BA.5伫咧社区传开了后，按算1-2个月了后，也就是伫咧9月到10月的时阵，就会成做国内主要流行的病毒株。BA.5占比变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比较小规模的疫情，像美国、英国都有观察到这样子，但是这个疫情并没有大到说跟前面那种爆发式的流行，那么大的一个规模。李炳英表示，就其他的国家 BA.4甲 BA.5疫情来观察，边境牙关无济，规模嘛袂伤大，因为做疫苗也是会产生一定的保护力。不过嘛，无排除未来也会出现其他的变种病毒。我们现在的病毒变异不是只是变异，它本身有优势。让它越来越高，就把旧的病毒就有点像我们过去说，Omicron起来 ，Delta 就式微 ，Delta 起来 ，Alpha 就式微。我们现在是暑假，我们绝对要记得，就是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有这个 BA.5，马上就传播给各个地方。学者表示，为这2礼拜病例数来看，为着 BA.5的人数有大大变侪趋势。最近咱国的民众伫防疫已经有淡薄仔难啊，建议应该减少大型的集会活动。另外，伫开放边境的部分，虽然政府真侪政策拢有随时咧做调整，不过也是有改善的空间。应该照无同国家疫情的动态，设低风险、中低风险、甲高风险的坎级来管制带病入境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副主席谢立言昨带团去中国访问，谢立言嘛是台中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民进党团今仔开记者会，要求台中市政府应该表态。市长罗秀燕就讲，这个时机去中国确实无妥当，只是加增加困扰尔。选择设立人，
如校院再供。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的议员华口号，要求台中市长罗秀燕表态，因为出访中国的国民党副主席谢立言，也是台中市府请的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因质疑罗秀燕早就知影伊要出访，是不是佮拜托伊向中国传话？卢市长事前知情吗？卢市长，你是否有拜托夏立言跟中国传话，讨论什么样的事情吗？你面对外界不断的质疑这一次的出访，你难道只有一句谢谢吗？卢秀燕透早时出市场，伊强调讲，请谢立言是因为伊捌做过外交部处长，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不过即马中国当咧对咱军演，谢立言带团出访的时机无妥当，增加困扰。正值飞弹这个中共演习，那威胁台湾的时候，那我们认为这时候率团出访时机不宜，徒增困扰台中市国民党部透早，民进党的议员陈选林提赶走背骨来符仔来抗议。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的书记长张树明表示尊重少年人表达意见，不过伊感觉这是选举前为着增加关注的手段。国民党在昨天也有他们台中市议员有不一样的意见的表达，那我想可能他的道行还不太够啦，那需要其他更多的外力来做协助。那我们今天特别送上了这个内鬼退散的平安符。也知道大概快要投票了嘛，所以那个增加一些声量，我们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不愉快，但是我总希望就是说，选举它这个只是一个政治动作，没有关系。谢立言访中国，因为伊有做台中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伫台中的政治界也引起风波。记者综合报道。两岸的情势紧张，国军后个月初5准备要伫屏东恒春的三军联训基地来进行联勇操演，早起嘛先进行火炮射击的演练。最近中共的军演过来，嘛有人提议讲，国防应该爱改革。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就认为讲，总统蔡英文应该甲国安团队召开国际记者会，对全世界来说明台湾的立场甲战略。火盘精准射到山头的射击区域。年度的联勇操演后个月初5就要开始，国军正自屏东恒春三军联训基地10月继续进行有演，现场炮声一直响，直升机也升空，伫附近射飞。军方也伫咧训练进行195炮实弹射击，验收训练的成果。面对中共无停止文攻武吓，国军守伫咧上前线，民众互因高度的肯定。有咯，太无信心，咱国军袂歹啊。啊，中共安尼会惊袂？袂啦，惊啥？有国军伫的哦。系啊。中军伫咧前几天对台湾发动封锁本岛演练，昨晚东部战区宣布完成各项任务，严格无明确表示军演结束。中军对台湾采取疲劳战术，特殊国军用旧的军舰牵制强军新的军舰。伫国内昨晚就国防改革的声音。学者认为，至少就要6000吨以上的军舰，才有法度对抗强军的军舰。那我们为什么要打军事外交战？很简单，武力的合法使用是所有的民主国家原则。我们要占领这个国际舆论的高地。目前看起来，这战略目标是成功。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讲，北京针对台海局势变化已经转向战略清晰，因那台湾方面依然是讲袂清楚。伊强调，总统蔡英文应该带国安团队开国际记者会，说明国家的底线伫咧倒。国防部接近的守则是毋是有做调整？政府加国安团队就要赶紧做检讨。我们要不要反击？你不能说因为太高，150公里的高空，但也是我们也危害台湾的国家主权，也危害台湾的安全。飞弹在100公里，150随时可以掉下来的。有陆军单位接到通报，是说务必全员都要会唱新军歌，还在用这一种根本就用不上的刺枪术。美国的军队是怎么训练的？这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落实国防政策需要低中长期的规划。时代力量立委区显智认为，需要强化工业自主，检讨志愿役的训练内容，赶紧研究延长义务的役期。国防部主动发布掌握强军的动态，反制中共的零底战。数据分析建议，每年国防预算提悬到4800亿，对外展现抗敌的决心，先自救，才有法度得到国际援助。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立营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案，大认定讲严重抄袭撤销学位。总统蔡文章呼吁全党相信同志，继续小天。今仔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是批评民进党一体沉沦。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口说讲，政党无是非，甲帮派有啥物无同。但市长是强调讲，先相信同志，因为学术伦理是专业的代志，爱伫体制来解决。台北市选前，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一早起去捷运公司展开交通请益之路，听地方的诉求。搁再批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希望全党支持林志坚逃过论文风波，是集体沉沦。这是一个集体的向下沉沦，这是集体的堕落。这个部分民众其实很清楚，你要相信台大还是相信民党持守这件。总统是表达一个态度，并没有所谓的下令。好，那我们大概都是站在同志的立场，我们先相信同志。但市长强调，先相信家己的同志，不过学术是专业的问题，爱伫咧体制内做努力。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口说讲，政党若无是非，甲帮派就差不多。如果是政党里面都没有是非的话，就跟帮派没有两样。为了一个人的论文攻击整个全国的最高学府台湾大学，我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行动。伫咧政治的部分，内湖交通的问题若被几落遍过招，但市长认为，免怎伫咧下班时间快速离开内湖，伫咧交流道或者是高速公路的快速通关是有必要的。黄珊珊是回应讲，方法毋是画一条线就好，还阁需要空间，应该回归专业。记者综合报道。蔡总统挺林志坚，嘛呼吁民进党的同志做伙来捍卫林志坚的清白。国民党团今仔是批评讲，民进党糟蹋台大的学术独立。蔡英文总统伊的高度下令，一定会去影响到教育部。也毋过，民进党团是指出讲，民进党毋是要甲台大拼硬赌硬，嘛讲若说教育部有受到压力，林志坚的学位就袂互撤销咯。针对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去互台大撤销硕士的学位。总统蔡英文伫中执会发声，爱全体党公职挺林志坚，伊是清白的。国民党团批评民进党吞大台大学术的独立性，甲教育部施压，对林志坚接受的申诉有帮衬，而且可能致使台大决议买手可能的冰盘。他个总统的高度，践踏高教的学术的独立性。请问你，总统定调，教育部长不听吗？他等于对教育部下指导棋啦。以后林志坚申诉的时候，他想办法让林志坚没事。面对国民党质疑民进党甲台大对徛，民进党是否认这个讲法，强调讲民进党若法度甲教育部施压，台大就袂做出撤销林志坚硕士学位的决议。我觉得这不是对干的一个议题哈，它是对一个事实或对一个论文审定的看法的不同。如果民进党有办法对教育部施压或对台大施压的话，就不会出现昨天那个结果出来。后续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诉愿，甚至行政诉讼，我觉得我们都尊重当事人去争取或来厘清他的权益的一个机会。今嘛有风声讲，林志坚论文风波，伫咧民进党党内有无共款的意见。部分要参选的成员烦恼会冲击年底的选情。民进党团副书记长王美惠表示，民进党党内有无共款的声音，才知影未来按怎做。相信蔡英文会做出上好的决定。也若前总统马英九是伫咧人面前表示，认为涵看到掌权的人，因为考虑选举唔挺台大，伊正做前总统甲台大的校友，伊支持台大，嘛挺台大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民众被骗去柬埔寨受害案件是真多哦，有一个倒转来台湾的民众嘛讲出伊受害的经验。伊讲伊伫当地互卖来卖去真侪所在，后来联络到一个网青，请伊斗相共救人，伊才有法度转来台湾。当时的心情就是很忧郁，很想自杀，直接跳下去。穿乌衫的这位叫皮皮，今年7月初才对柬埔寨走出来，伊决定出面，甲家己的祖父讲出来。7天已经被转卖了4次，看到有各个的园区，而且进去园区是很大的一个闸门，
里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皮皮讲伊逐边互人转卖拢受到能力，想要透过社群软体才来防救，但是转到台湾了后，敢若做简单的笔录，甚至无保护机制。有人口买卖研究机构表示，受害者大多数是6岁少年人，嘛有因为疫情走投无路的中年人，只是目前国内对这种案件的处理，普遍拢当作失踪诈骗，欠缺人口买卖警觉。不应该是要由幸存者自己去慢慢一个一个找这些资源，去降低幸存者因为支持系统不足，或者说是被政府遗漏掉而再次遭到剥削的状况。已经通令全国把它列为特殊重大刑案，而且统一由我们刑事警察局来会诊指挥，然后务必先把国内的这些人口贩运集团先把它肃清。外交部代表是表示，自去年中连续接到相关案件，统计今年6月进前有超过6000挂的台湾人前往柬埔寨，非常反常。因将伫越南胡志明市的办事处成立专案小组，嘛考虑增加卡手，替到柬埔寨的台湾人参台商甲当地警方建立管道。记者陈亚文、丁旭凯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台南市警方抓到一个犯罪集团因出钱予一寡外国查某囡仔用做线工还是读册来申请来台湾，也毋过来到台湾，就要求因接人客行钱，控制因的行动。警方成功救出23个外国查某人。来到台南火车站头前这栋大楼，员警用破坏机具撬门，发现互控制袂慎的女子。这些人大部分拢是有要打工求学的梦想，来到台湾的越南籍甲泰国籍的女子，所以因为相信林蛇集团借钱予因合法入境，连带互控制行为袂慎行钱，人数有23人这么多。警方修正11个月，伫9号这天，甲王姓主嫌在内的集团成员抓到。警方发现，这个不法集团为着要趁钱，佫会甲女子送去中华、桃园等等的所在卖身。警力兵分3路，分别在彰化、桃园、台南等地同步行动，共查获23名外籍卖淫女子，嫖客5名，以及王姓为首的人蛇卖淫集团。警方表示，这个女子敢若会当匿伫套房内底，说是拢互集团成员摕走，佫囥监视器来监视因的举动，要求因敢若会当透过赖等等的软体来联系，互相袂当见面，避免有逃离的可能。加上警方将压着确切的事情破门抓人，把受控制的女子拢总救出来。主嫌在内6名人蛇集团的成员，按照着组织犯罪条例、人口贩运甲妨害风化的罪嫌来上班。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台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军演暂时结束，也毋过强调讲演习会常态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昨伫记者会表示讲，美国袂互这种情况发生哦。佩洛西嘛搁再强调讲，美国嘛袂互中国孤立台湾。中国就算成功主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也毋过无法度阻挡美国的议员访问台湾。昨中国嘛公布第3本对台白皮书，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毋过，并无承诺讲未派行政人员甲军队驻守台湾。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昨日带亚洲访问团伫国会开记者会，有记者问到中国伫台湾周边发动军演，并且讲要互演习常态化。佩洛西对此表示，美国袂容准这种情形。I think what we saw with China was they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sort of a new normal, and we just can't let that happen. 佩洛西讲，访问台湾的目的就是要强健台美关系，也重申支持台海维持现状，并且强调这次访问无违反美国的政策，美国的对台政策也无改变。But in keeping with that, we will not allow China to isolate Taiwan. They have kept Taiwan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ther things where Taiwan can make a very valued contribution. And they may keep them from going there, but they're not keeping us from going to Taiwan. 不过，解放军拄则结束为台军演，北京当局昨日就公布第3本对台白皮书，以台湾问题甲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为题，相比较1993甲2000年2份文件，这边新版台湾问题白皮书，并无讲未驻军、未派人员去台湾管理，和台湾的空间更加小。中国的学者分析，
北京当局是要加紧统计的脚步。Now, this is the time for all these ambiguities to be clarified. No one, no single country or groups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an deny Taiwan from China or take Taiwan away from China and can make Taiwan a separate, independent, sovereign country. 学者也分析，中国已经把统计变做立刻性的任务，临时过去长期性的任务。另外，这边的配备数要增加，无排除武力，而且内容真多，台湾就要提高警觉。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再来看美国第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降到8.5%，主要是因为能源的价格有落。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讲，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变较小，也毋过爱阁继续控制。嘛因为通货膨胀有转和，美国股市受到鼓励，4大指数收盘隆起。要开学啊！美国纽约一个社区中心的160位职工，甲加多延毕这款文具装一块一块，要提供给纽约市超过30间公立学校，差不多8000位学生准备开学。Consumers told us that they're planning to spend about $864 on average for all the clothes, shoes, school supplies, and electronics. Lower income families in particular may be hit a little bit harder by higher prices and inflation. 媒体报道，因为汽油加能源价格降，美国7月公布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8.5%，比6月从1982年11月以来升悬的9.1%较低，也比市场预测的8.7%较低，显示国内通膨有较缓和。Our economy had 0% inflation in the month of July. 0%. Here's what that means. While the price of some things went up last month, the price of other things went down by the same amount. But people are still hurting. With the global challenges we face, from the war in Europe to disruption of supply chains and pandemic shutdowns in Asia, we could face additional headwinds in the months ahead. Our work is far from over. 联准会会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决定伊的利率政策，同时收完货币政策，也个收完的程度。联准会也伫咧解决通膨，甲袂伤害经济之间找平衡点。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有一只柯达伫法国塞纳河已经超过1礼拜的白海翁，最近全世界拢正关心抢救的进度。也毋过昨这只白海翁已经安乐死了。抢救援单位是表示讲，这只白海翁已经无法度食物件，嘛得要无喘气了，就算放伊登去海里，嘛无法度活落去，所以才决定讲要帮助伊安乐死。当北海岸扩大消息传开，全球聚焦伫法国塞纳河边，救援队用6点钟以吊车甲网仔将这只4公尺长、800公斤重的北海岸吊起来，也替伊做大堂，希望伊会当恢复元气，阁有机会会当登去大海。也毋过伊无法度食物件，真虚弱，更明显看会出来伊真痛苦。6 vétérinaires unanimement nous ont conseillé de procéder à l'euthanasie de l'animal, qui était trop affaibli pour le remettre à l'eau. Donc c'est une décision que nous avons prise collégialement. Et donc j'ai la tristesse de vous faire part du décès du beluga. J'étais triste parce que je pensais qu'on touchait quand même à son sauvetage. Je me suis dit voilà, il est. 也毋过专家对北海岸安怎离开家己的栖地，调伫国较南方超过100公里远的内陆，有关是想无。北海岸确实有当时会伫秋季河水结冰的时阵冒险收过南方去找食，真少会离开遮尔远。根据法国海洋食灵动物监测团体佩拉吉的资料，离塞纳河上近的北海岸群。是伫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离塞纳河有3000公里远。On avait dès le départ en fait peu de chance d'avoir un animal qui aboutisse à un retour à la nature. Son état de cachexie, donc de son état de maigreur était extrême. On avait un niveau de marc dorsale, qui est une épaisseur de graisse qui est indispensable à ces mammifères marins, insuffisante pour respirer convenablement. Et donc, il a souffert d'insuffisance respiratoire. 类似的海岸迷航故事进前就发生过。今年5月，一只破病游鱼罕见的收至法国的塞纳河，也搁一路收往诺曼底大区的塞纳河水头。
迄当时救援单位把想要用声音导引伊高手登去大海，将机会选购失败，安乐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美国的披萨连锁店达美乐已经全面退出意大利的市场了。达美乐伫意大利的经销商伫4月份就向法院提出破产的清算。达美乐伫意大利最后一间店面嘛，伫昨关门了。人客用刀啊、钳啊食意大利的国民美食披萨，主项产品是美国口味披萨的达美乐。2015年，甲当地特殊经销商以披萨 SPA 达成协议，卖进军意大利市场。延过7年啊，若当地消费者无介意这种美国口味的披萨，这2年都拄到疫情，营运真困难，经销商申请破产。In Italia Domino. Sì. Che cos'è? Domino è una catena di pizzerie americane, volevano portare il modello di pizza americana a Roma. Ah, proprio qui. Quelli che hanno inventato la pizza la portano qui. Non ci capiscono niente americani. 疫情进前，达美乐办伫咧2020年初宣布要甲店面增加到850间，并且伫咧2030年伫咧意大利披萨市场占2%的市占率。不过，疫情影响国加上各间外送平台的竞争，造成达美乐营运更加困难。2020年年底负债超过1000万欧元，差不多代表3亿。伫今年4月申請破產保護。Non aveva senso aprirlo, guarda, ne parlavamo proprio stamattina. Non aveva senso, cioè, va bene, forse per i turisti, però per un italiano una catena, cos'era, americano Domino's? Americano, una catena, cioè come dire, io vado in Inghilterra e gli faccio da mangiare il fish and chips, non ha senso, vado in Cina, gli apro il ristorante cinese, non ha senso secondo me. 若是达美乐，2018年星巴克咖啡去米兰要开专门店时阵，也被笑讲无人会去啉。不过要让星巴克开店是真成功。达美乐伫台湾有超过157间分店，规模只敢若输必胜客，是台湾第2大披萨连锁品牌。2020年发生疫情，带动外炸加外送市场，台湾达美乐的营收创新高16亿，税后净利要6817万。2021年6月，中华酒店集团以17.4亿代票，甲台湾的达美乐维护澳洲的达美乐。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译。来看国内的消息咯，今年初开始10档内啉酒赛车犯第2届，拢会互公布大名甲相片等资料。有民间团体统计讲，目前公布352个人，其中有89个人无驾照，实在是真离谱。民间团体嘛建议政府讲应该提悬无驾照赛车的处罚。无过路口的管制，一只双门的跑车是驶了真凶。去弄到现场一个工程人员，对方当场就无喘气嘛无心跳，送病院要是救无倒来。这是发生伫今年6月份，新北市淡水的一个死亡车祸。涉嫌食酒赛车姓林的查某人，车闸去互检方，以涉嫌犯公共危险罪嫌起诉。经警方到场处理测得他酒测值是高达0.77，林姓女子她是有坦诚犯行，那再加上又有当时目击证人的证述，事证明确，所以检察官在侦查后侦查终结，对他提起公诉。这个涉案姓林的驾驶食酒赛车已经不是头一届，这已经是伊第3届食酒赛车去互抓到，而且唔但是酒驾的累犯，还佫去互发现讲伊根本就无驾照。今年3月底，食酒赛车的新法已经实施。根据统计，全国公布的352个酒驾累犯的名单，无照驾驶的就有89个，等于是每4个酒驾的累犯，都有1个人是无驾照。通常在第一次酒驾的时候，很多就已经被吊扣跟吊销驾照了，但是他们的饮酒行为还是没有得到改善的话，无照的罚金对他来讲不足以影响。无驾照佮食酒赛车的比例悬，长期关心这个议题，民间团体表示，无照驾驶的罚则伤过轻，是一个真大的原因。除了建议爱当处分以外，为着要阻挡食酒赛车，警方嘛加强处罚的力头，针对食酒已经食较调的累犯，嘛要透过医疗佮司法来介入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要到咯，文旦嘛开始要大出，因为中国今年禁止台湾柑仔类的果子进口，所以农委会甲超商业者合作，提供消费者来预订麻豆等10大产区的文旦礼盒甲加工品哦，用行动来支持农民。加油！为全国各地文旦挂保证。因为台湾销往中国的柑橘类以文旦上多，不过受到中国暂停台湾柑橘类水果输入的影响，
再加上即马是文旦大出的时阵，农民的压力真大。为了要减轻因的担心，农委会甲超商业者合作，伫超商的门市有个销售麻豆等10大产区的文旦粒芽加工食品。10大产区全国这样起来的话，一年大概是7万吨哦。那这一次中国又出手了哦。那事实上，我们农委会已经很习惯了。透过这个机会我们来推广，大家国人在中秋节大概会送礼或者是自用的这个柚子的这个礼盒了哈。农委会讲，这一年来中国自水产到农产品一直出手，希望民众伫咧中秋送礼时阵，会当用购买行动力支持在地农民。一个人享受买500赎100优惠，而且若农委会替农民找出路，花莲县政府也希望透过结合文旦加工品的销售，让民众会当批芳到花莲来耍，顺便买文旦。那今年虽然说中国大陆表示说要禁止台湾的文旦柚输出，但其实呢，在近年的关系之下，那我们除了中国大陆这个外销的出口之外，我们又积极的拓展像是东南亚的一个外销的部分，或者是日本的部分。花莲县政府强调。文旦除了日本加东南亚以外，今年也会销到新加坡，减低对中国市场的依靠。也强调，在中秋节进前，也在台北的希望广场、集运站等地点加强行销花莲的文旦，请民众支持优质的在地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嘛暂停台湾上百间公司的食品进口哦，其中位伫云林县的公司就有超过60间，毛老板的豆油厂受到影响哦。也毋过业者是表示讲，这几档哦，因已经甲出口转向东南亚咯。中国禁止进口是加减有影响。云林县政府嘛规划讲要提供500万的奖金，来鼓励民众去云林观光消费。葡萄出柜后，经过4到6个月日拍，限调配豆油，最后阁经过冰镇出货，规个豆油的生产过程，只要来到豆油的观光工厂拢看会到。但受到这波中国暂停部分食品厂的进口影响，别个名豆油厂渐渐转移出口重心。如果我们业绩出口量的10%的话，我们在东南地区大概是占了6%到7%，那每家基本上是可以到达2%。那大陆地区其实已经降到1%以下。业者表示，虽然这波影响有限，但嘛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帮忙开发出口市场。至于根据观光府统计，受影响的食品厂超过60间，除了辅导食品业者加入观光工厂，同时嘛提出消费的定型方案。这时候就透过消费来特别提拨了500万的部分来提供做抽奖金额，里面有400万作为现金的一个抽奖，跟100万的云林币。那云林币的部分就特别希望能够针对观光工厂，他们有云林币的消费，能够刺激消费，也直接挹注观光工厂的一个业绩。细豆开始制作，到尾也是伊包装出来了，是有影无简单。观光表示，县内目前总共有11间观光工厂，过去拢是生产制造业，但这几年渐渐透过转型，发展成观光工厂。希望等在这波国内出游人潮增加的同时，配合消费定型方案，增加观光工厂的收益。记者为您报道。再来看台中市东区进化路一个眷村哦，有一对伫遮细厝的翁仔某，对3、4载的共社区的厝边头尾提出告诉。有一个92岁阿嬷讲，伊只是当家乖仔，就互这对翁仔某以刑事案件提告，互因的生活是变甲真紧张、真痛苦哦。因为常常报案，警方嘛是真无奈。警察来到社区的内定，要替40位住户做笔录，有不少住户拢感觉真无奈，因为因全部拢是互共社区的一对翁仔某提告。谁怎么样啊？谁骂他？谁恐吓啊？法律案件很多，其实造成附近的居民都不堪其扰，整个社区都很痛苦啦，为了他很痛苦。还有个阶梯嘛，我说这个仇富嘛，你这个仇拿过来这，我就下去，他就拿手机来撞我。我说你不要撞我，我说你不要撞我，他向我打他。一个92岁老阿嬷讲，家己干那举拐仔，轻轻啊回一个，就互告是气甲逼逼喘，阁有居民互告40外件刑事案件。住户表示，这对翁仔某伫台中市东区一个眷村内底碎店面要1年外，强要是逐工拢咧报警，互警察撞来撞去，厝边头尾拢真惊吓。阁有店家家己做警告的标语提醒住户，希望用恶灵条款请因搬走。不过律师说讲安尼做袂用治。
不能来用靠人恶灵啦。它最主要是我们社区规约的规定，监理是要法院判决，那出让权利也要经过法院判决，不是说我们自己做决定可以把他赶走呢，都要透过法律程序呢。律师表示，提告是行使公民权利的一种方式，无法度掠这做理由要求人搬走，除非是违反社区的规约。经过管委会甲区权会决议，法院判决确定了后，才会当要求因搬走。若防止控的这对翁仔某是无愿意，佮对外说明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渔港禁止钓鱼，以早主管单位拢合无的管，也毋过最近有渔民向县政府检举，因认为讲来遮钓鱼的人，互环境是变甲真垃圾，一寡钓鱼线嘛拢无会收，嘛定定造成渔船的营运故障哦。县政府是表示会开始来稽查开单处罚。这是花莲区渔会北边专门咧钓鱼船啊，还佫有停赏海洋船的来港。航道的两边虽然拢有彩牌啊，讲禁止钓鱼啊。毋过平常时啊，这都是有人会来钓鱼啊。因为渔船啊经过的时阵，毋是所有的人会甲鱼钓啊收起来，而且环境真垃圾，或者渔民感觉真反感。那这边乱大小便啊，那外劳怎么都把它丢到海里面去？爱山夹着安那？伊早去车身内底啊，若去夹着一条鱼咪，爱开咧差4-5万。渔民是真生气，去向县府检举，县府决定展开联合稽查，若是讲袂听的，上重会当罚15万。我们是会邀集海巡单位去做搜证的动作，那由县府这边来做开罚，渔港法第21条去罚款3万到15万元不等。事实上，伫花莲港钓鱼啊，敢是合法，已经是年久月深的问题啊。不过一直拢无处理，即嘛随着要开始裁罚。袂少钓鱼的人感觉真无公平，讲花莲港的垃圾其实是渔民造成的，嘛讲县府无权力裁罚。你要有一个区域给我们呢，让花莲市民。海这么多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全钓鱼，并不合法啦。因为渔港法第18条有明文规定，港区应该要划定一个安全的钓鱼区域，让钓客来钓鱼。面对民众有钓鱼的需求，县府表示已经有开放当地码头，每礼拜6礼拜会当钓鱼啊。不过，这个所在是伫花莲港布花上界尾溜的所在，使用的工具嘛，甲一般钓鱼的设备无共款，价钱嘛较贵。其他的码头阁是上港，嘛袂当钓鱼啊。双方的冲突到达也是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有一间亲子民宿，之前发生护路井的玻璃裂开，造成囡仔受伤送病院。县政府要求业者暂停营业来进行安全检查哦。也毋过业者真不满，佮伫网络怨叹讲，是家长无陪囡仔做伙去洗身躯，才会发生意外。这款讲法，互业者嘛受到真侪网友的批评。后来这业者才向当事人来道歉，嘛表示讲会来赔偿消费者。宜兰这间民宿已经内面的打蛋分离的玻璃窗规个破去，和桃园李先生甲伊朋友的查某囝3个囡仔拢受伤。李先生的查某囝和嘴玻璃挂甲规身躯拢是伤。要知影这间民宿的玻璃门毋是第一遍破，造成人客受伤，要求业者爱安检。不过业者不爱接受，李先生真受气。我女儿没办法上幼稚园，她的课后班没办法上，她游泳课、滑步车课她都没办法去上。我针对这些地方提出精神赔偿，我做这些赔偿，但是他的意思是请去法院讨。那希望可以得到对方家长李先生跟潘先生的原谅。那如果说可以允许的话，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声对不起哈。代志互人铺伫咧网络顶了，就以信誉的业者向李先生行礼道歉，希望对方会当原谅，答应讲会甲因赔偿，也袂道歉责任。这间民宿伫咧11世纪，也阁真侪游客要来住。因听到这个消息了，讲会叫囡仔爱较注意咧，家长也会伫咧边仔顾，以免发生危险。小孩子要叫他小心一点啦，我们尽量要小心一点。都可以向那个地方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或者是那个消费者保护团体，或者是业者进行第一次申诉。县府讲，这间伫东山乡真有名的民宿是合法的民宿。县府讲，未来会加强民宿安全的稽查。消保官是讲，消费者若拄到任何消费争议案件，拢会当向地方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或者是消费者保护团体申诉。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桃园市政府推动市场活化，开7亿要来整修中立第一公有市场，未来改造亲像百货公司的美食街，阁有开一寡餐厅。本地伫市场内底98间打商未阁转来咯。伫8月底地下停车场会先开放，年底商场就会开始经营。这门超过200楼高的玻璃门，重新改设大市场意象，有大市场之称的中立第一公有零售市场，历史真久，是代表也是中立人的共同记忆。开7亿重建了后，预计年底开幕启用。原本98档的旧番仔全部拢退场，未来规个区交予厂商营运。预先的那个计划呢，是希望整馆呢能够多元化的来经营啊。它现在改为全部都是美食馆，那当然我们也期盼它能够把它规划完整啊，不要成为这个文字馆。我们也希望说，它通过一些招商，引进一些具有特色的一些团队进来，那希望说进来有一个点火的作用，带动周边商圈的发展。有机关进期开大笔钱改建规栋楼，需由餐饮业者进驻。烦恼若讲无够多元化，无法度发挥效益，会变做盲仔馆。同时要求地下4层楼的停车场先开放，解决附近交通问题。也有机关希望新商场更较有竞争力，带动4块围商圈的发展。经过业者评估之后，认为以主题餐厅以及美食街的方式进驻，将会是对周遭整个商圈最有利的规划。中发局表示，新建第一市场原本有计转型文创经营，因过惊生意无好，已经收款，特别业者未来1楼经营美食街，2到3楼主题餐厅，年底启用了后，有希望延续暂前商圈串联。另外，为要解决市场附近交通问题，勘查确认安全无顾虑了后，有计8月底进前先开放停车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108课纲已经实施3档了，今仔有来自北中南上百个高中生来分享因的经验哦，嘛提出因的看法甲建议，咱嘛做伙来了解。高中生甲大学教授、教育部的官员坐斗阵，无关键之分，做伙讨论108课纲的问题。下骹真侪观众的高中生嘛直接对台顶提出因的问题。我们打破了过去好像认为这是一个在都市、在台北才可以讨论的话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人们、专家们才可以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看到接近120位的学生到了现场。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甲108课纲创期计划团队共齐举办这摆换我讲的高中生论坛，第一场主题是学习特定档案，3间学校的高中生发表因的看法。我认为学习历程的核心功能应该是要放在育才。同学们不应该要以教授想要看到什么为出发点来设计学习历程。高中生提出袂少问题，譬如讲无法度传伤大的档案，学校无提供学习特定档案的做法甲课程等等，嘛点出教育部政策的立意甲实际运作的冲突，因希望教育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希望教育部就是在听完今天论坛大家的各方意见之后，是真的可以提交出，首先希望可以提交出一些报告，让我们看到他们对于我们的想法是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可能有什么样的做法。教育部国教署副署长戴淑芬表示，配合同学愿意提出这么周全的建议，伊会伫遮坐几工，用心听同学意见，再回去教育部讨论建议。记者林淑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大儿童病院的心脏团队伫2015年引进唔免开刀换心脏支架的手术咯，嘛已经有61个成功案例咯。健保署伫去年底嘛提供健保的给付来减轻病人的负担。今天讲的一个法洛氏丝绒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这些小朋友在追踪完以后，当长大以后，他慢慢出现一些肺动脉的一个瓣膜方面问题，造成心脏的一个负担。那我们的一个儿童心脏科的团队在2015年开始首创做一个用心导管方法去做瓣膜的一个置换术。我想这个技术在国内绝对是领先所有的一个医院，那在国际上也是跟国外的一些中心有名的中心来讲的话，也不相上下。所以讲这个技术会教会更多的病友。过去，当这款手术拢至少要开上100万的医疗费用，台大儿童病院引进这款唔免开刀的手术，唔但当减少开刀的风险，嘛互病人省真大笔的医疗费，即嘛阁有健保的给付，互病人减轻真大的压力。
咱再来看环保署统计哦，清洁队员上常常发生的职业灾害，就是对较悬的所在卸落来。所目前的规定，粪扫车的时速是袂当超过15公里，嘛爱加强对清洁队员的保护。最近哦，嘛伫粪扫车看袂到的角度来装监测器，后车道哦，嘛有 AI 人工智慧的侦测，有人就会发出警告。粪扫车的驾驶座有车前视野辅助系统，驾驶若拄久或者是食薰，会防落落来传转去行控中心。规台车为头到尾装8粒镜头，互驾驶看更较清楚，更加会当确保清洁队员甲倒粪扫民众的安全。大型车难免会有一些死角，所以我们针对我们车装了8颗镜头，这些8颗镜头其实可以监测到每一个死角、每一个位置的一个状况，可以兼顾到我们的清洁队员、驾驶，包含丢垃圾的民众的一个安全。清洁队员工作环境高风险，除了受到不明粪扫有爆炸起火的危险，环保署统计，最近10年一载死亡的案例，涉到连出去顶事故都有10件占2成。北市环保局工会指出，欢喜看到粪扫车加入物联网技术。有 AI 来侦测，但不少队员心声是希望粪扫清运会当设专区，定时定点，不会让我们的人民在追着垃圾跑，或者是我们沿路这个收集的垃圾然后让清洁队员有这一个坠落的这一个危险。环保局工会嘛承认，设专区无沿路去收粪扫，恐惊会引发民怨，但有员希望往这个方向来改变。现阶段，环保署有员继续推动加入科技智能粪扫车，设备成本大约10万。目前已经甲桃园市、甲新竹市环保局合作，推动320台清运车辆来做示范。记者王德心台中报道。最近有真侪民众去台东县的热气球嘉年华会落野高台看风景哦。前几天有游客捡到一只打鹅背幼鸟仔，赶紧通报台东野鸟协会，才发现讲这款鸟仔是伫台湾剩无到500只，正珍贵的花翅山椒鸟哦。那么做伙来看卖。这只看起来像普通的鸟仔囝，负责在迄天，互游客伫落野高台热气球嘉年华会的草皮顶捡到。通报野鸟协会了后，发现是伫台湾珍贵稀有的花翅山椒鸟的鸟仔囝，所以指导游客放转去树顶。结果无偌久，青鸟就出现伫树顶来饲食，互游客实地上一场环境教育保护野生动物的课程。大概教差不多10分钟的时候，就有附和的声音，就是也是鸟叫声，然后就慢慢的下来，就是他就开始喂食它了。台东县鸟鸟协会讲，最近有真侪鸟类拄好结束繁殖期，幼鸟学飞慢慢要离开收，伫野外真有可能会看到落伫涂骹的鸟仔囝。即摆游客发现的是伫台湾数量真少，可能剩500只左右的花翅山椒鸟，鸟友还阁翕到亲鸟不时来照顾伊，画面也真珍贵。既然有发现到它的一个幼鸟，那显示因为它是属于留鸟所以大概也可以去推测，就是说附近是有这样的一个族群啦哈。台东县野鸟协会讲，最近也阁陆续接到类似的通报，互鸟友真欢喜，因为透过热气球嘉年华的举办，才发现罕见的花翅山椒鸟伫落野高台也有一定的族群，互有游客来看热气球，也爱保护因。无说伫捡到鸟仔囝爱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民谣大师陈达已经过身40天了。最近，两家两义中伫恒春民谣馆内展出一早期采访陈达的相片哦。透过这珍贵的历史影像，要甲陈达民谣的故事小解互民众来了解。若讲到恒春民谣，就袂当甲国宝大师陈达绕高去，尤其是陈达唱的《思乡记》，凄凉的歌声，唱出先民来台湾的心酸苦楚，使人感动。陈达在生的时阵，念也大师吴玉中一摆有机会甲采访，一寡珍贵的相片，即阵就放伫恒春民谣馆电视。目前我们在民谣馆展览的是阮玉忠先生70几年的时候，那么拍摄的陈达这个过去的照片。参观民谣馆的这个民众啊，能够了解一下陈达老先生唱恒春民谣思想曲的这个过去的历史。透过相片，就会当知影陈达越喜乐越勤，有迄个年代的文化甲历史，包括陈达世界表演的记录，伊的日常生活甲国技。珍贵的相片，让现代民众有机会了解陈达的故事。
那么也拍摄他过去在地方上他的故居在恒春半岛这个唱民谣的一些历史记录。陈达在世的时候，他帮他拍的一些这个生活照啦，或者是他去这个弹唱民谣的时候，他所拍摄的这个照片是非常珍贵。立法师黄义中透过甲陈达的互动甲记忆，用相片呈现民谣大师的生活，毋但甲陈达对乡村民谣的情感记录落来，嘛真做重要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冰岛首都的附近有一座火山，顶礼拜开始喷发咯。也毋过因为无啥物危险性，所以城内全世界有真侪游客专工来遮看火山。有民众伫火山的边仔一边野餐，一边来欣赏火山喷发的风景。红记记的岩浆一直为火山的涂骹喷出来，看起来不止啊惊人，但是更较互人惊一跳的是，甲镜头游较远的一看，竟然有一堆人都坐伫咧无偌远的所在，看起来袂输敢若伫火山边仔野餐共款。Wanted to have a different kind of picnic. Having a picnic by volcano. 这是北欧国家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差不多32公里外，一个叫做法格拉达尔的火山。事实上，这个火山进前已经有6000年毋捌喷发过啊。去年3月突然间喷发，引起真大的讨论。顶礼拜因为发生地动，又搁开始为涂骹离开的壁唇喷岩浆出来，烧烫烫的岩浆，那亲像在跳舞共款，非常壮观，吸引足侪人来遮翕相。It's unreal. It's unreal. It's crazy. It's super hot. Super hot. 虽然冰岛政府希望民众唔好离火山伤远，但是大家根本都唔惊，尤其是经过媒体报道了后，世界各国的观光客拢拼来冰岛。有人讲看到涂骹一直在庆烟，嘛是感觉小可会惊惊。但是会当伫遮尔近的所在欣赏火山喷发的美景，真正是有够难得的经验。I'm kind of scared. Like I hear these noises and I'm like, is it going to erupt even further? I know. But yeah, it's really cool. Nature is humbling, super exciting, and and it's kind of a once in a lifetime chance. 因为即摆法格拉达尔火山的岩浆是为涂骹的壁唇喷出来，所以袂造成大爆炸，危险性较低，嘛才有可能互民众若亲像伫野餐共款，轻轻松松坐伫边仔欣赏火山喷发。记者感恩恁编译。天气反常哦，欧洲有小影，温度常常拢创伫4升悬。也毋过即马南半球是寒冷，伫非洲南部有一个拢是高山的国家赖索托，全国的土地哦拢伫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即马是有真侪欧洲人专工走来遮赏雪除雪。看到这规片白茫茫的雪，这毋是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嘛毋是加拿大，这是伫非洲南部的国家赖索托。赖索托是4颗链长，拢互南非包围的一个小国。但是赖索托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全国土地拢伫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国家。所以，这个伫马洛蒂山的初雪度假中心，嘛是全非洲唯一一个会当举办各种初雪比赛的所在。对真侪从来毋捌看过雪的非洲民众来讲，会当来遮赏雪是非常神奇的代志。所以有愈来愈侪其他非洲国家，尤其是伫边仔的南非的民众，会走来赖索托佚佗。这个初雪度假中心嘛推出训练的课程来吸引观光客。头一摆穿初雪的鞋啊，大家拢欢喜甲那亲像囡仔共款。We're going on a class, a skiing class, and then after that we're just gonna play in the snow. I've been seeing a lot of ads on YouTube and I just thought I really want to try that. And I've never seen snow in my life, so this is really it's a great experience. 因为欧洲即马当地拄着小影，热甲会惊人。有一寡欧洲的观光客嘛走来赖索托赏雪，甚至有欧洲的初雪教练，规气就转移阵地，换来赖索托教人要安怎初雪。I was originally born in London, but I spent the last 12 years teaching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in Austria. And this is my first season riding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因为赖索托是伫南半球，即嘛是冬天，所以无伫卡以后去非洲的赖索托初雪，会变做欧美国家热天的时阵愈来愈受到欢迎的度假计划。记者感恩恁编译。下半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
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